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初1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台湾两大外送平台 Uber Eats 并购 Foodpanda 受到外界关注，而且嘛出现反对的声音。公平会昨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决定要延长审议，无包括休困日延长60天。也若这审议的结果上慢伫明年3月2日就会出来。 这么行伫咧路的大路行啊，拢定定看到外送奥多拜伫咧送餐。Uber Eats宣布要用大约新台币308亿的现金，并购Foodpanda伫台湾的外送事业。案件爱公平会同意。公平会昨开记者会，宣布延长审查60天，要重新界定市场加高算上升的市占率。结合以后，整个市场的我们所谓的市场集中度将会增加。 那对于市场竞争的限制的效果将会非常显著哈，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特别是经济分析的部分哦。这两大外送平台并购案若成立，市占率会有8成到9成，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店加外送员3方面的权益。 最近外送员上街头抗议两间业者合并，劳动部也发函予公平会表示反对。公平会讲会尽量伫明年3月2日进行有答案。那个60个工作天是一个上限啊，并不表示说我们一定都要审到60天了，所以我们会尽快在60天之前，我们尽速把这个案子审理完毕。以后因若霸占外送市场，涉及到劳工权益加产业业别福利，公平会正谨慎。 讲伫咧审查的时阵，会甲各方面所提出的疑虑甲意见，也有整体经济利益分析，拢考虑在内。记者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来看，台北市内湖有一对母仔囝，因为相信假投资的信息，哄骗1200万，因去甲警方报案，落尾手煞是去予这个警察扣洗。后来这个母仔囝想袂开行底路。 内湖警分局证实，这个当人言辞不当，所以该记告调职，而且甲这个警察函送树林地检署侦办，嘛移送天界法院。台北市内湖区一对母仔囝，崔爸伫咧厝内自杀，警方伫催告上验排除他杀的嫌疑。老母甲查某囝最近自杀，但讲是甲诈骗案有关系。55岁老母在生的时阵，误信着诈骗集团，假冒着在所兄弟投资诈骗。 加入因来投资群组，佮甲29岁查某囝最近又来投资，甲司提起借利提170几万，总共损失超过1200万。其不还，佮予警方考试。12月6日电话通知被害人的过程当中，通话过程言辞欠当，缺乏同理心，核予留性远景，记大过惩处，并调整服务单位。台北市内湖分局证实，派出所的同仁确实言辞不当。 记一支大告调整职务，甲这位员警函送树林地检署侦办，移送天界法院审理。这个警察也列做加强管控优先态度的对象。案件也掌握到向富人人提钱的45个查甫人的身份，怎么正伫咧对峙被冒用身份的理财 YouTuber， 佮着变发文澄清，就惊讲粉丝互人骗去，因故一直拢有诈骗集团冒用伊的名伫咧诈骗，受害者钱互伊骗了，厝可能也保袂了。 对于就是民众来说，这些网红其实也是他们平时能得知这些就是投资的知识的一些管道，所以他们就算是这些网红，他们粘着度也很高，他们可能就会相信他。所以这些头像被冒用的时候，他们也以为是这个网红开的课。诈骗的步数真多，警方提醒民众，有当时看粉砖是不是有交一个蓝色的胶啊，各看其粉色活动数有偌多，期间会当分辨是真的也假。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一个长照的悲剧。新北市新增有一个73岁姓林的查甫人，因为爱照顾伊水脑症的牵手，可能是因为袂堪你安尼拖磨，昨晖伊甲因牵手为14楼车落去，当场死亡。了后，这个翁婿是随去派出所自首，警方嘛照杀人罪罪嫌移送法办。 监视器翕到姓林的查甫人行入去派出所自首，伊讲家己家68岁家后杀落楼，代志发生伫初9早起8点外，新北新庄这个主体大楼传出有落楼的事件。警方到场时阵发现落楼的县区负责人明显死亡，自首的姓林查甫人询问了后，予警方依照杀人罪嫌上班。你们是有什么争执吗？是一直照顾他，压力太大了吗？
73岁姓林的查甫人向警方表示，伊甲姓区的家后做伙住，啊，毋过子女无做伙住。伊建筑师退休了后，照顾治疗水脑症的家后1年外，毋过因为未堪咧长期照顾的压力，亲手结束家后的性命。新北市社会局表示，这个案毋捌有家暴，也是脆弱家庭的通报，嘛无申请服务的记录。68岁民众其实他就已经有符合其中一个65岁以上的个案。那如果说他评估是失能的话，基本上他其实我们是鼓励一般民众，他其实是可以打1966来申请我们相关的一个长照服务。卫福部表示，伊即马长照2.0的版本，这个案的年纪已经符合申请的规定。尾也阁有3.0的版本，会阁扩大到脑中风、癌症末期的服务对象，来应应老龄化社会。不过社会团体是讲，是务面还阁有真侪因素爱克服。台湾的想法就是说，我家里面以前是一个还不错的状态下，那现在改变了。那第二个原因，他其实也不知道说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源，那所以他们面临的除了是身体的那个负荷的一个压力之外，最重要的是那个心理的压力。居家服务的状况的确可能在目前看起来这个缺工的状态，可能也有影响到我们居家服务的这个状况。感林基金会表示，真侪老的照顾老的个案，大部分是因为资讯无对等，甲个人心态问题，也有机服员欠工严重，特殊资源无法度介入。除了建议子女甲厝边仔加关心，民间资源的适当介入甲服务转介，才当减少类似的悲剧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40多岁妇人人，伊去台北一间医学美容诊所做电波灸皮，全身麻醉了后，却是不幸死亡。卫生局昨昏有去这间病院做稽查，发现这个做手术甲麻醉的，拢是同一个医生。也若这敢有违法，要等来调查。看大地媒体伫等水价新闻稿发出来，因为初7暗时有一个49岁女性到台北市中山区某一个连锁医美诊所拍电波灸皮，无想到麻醉了后费用浓度无稳，送医抢救也是救无回来。家属也是比较感到那个万分的遗憾。司法目前在调查嘛，那就按司法调查。胸腔科医师苏以峰提药，电波灸皮用俗称牛奶碱的麻醉剂来定情麻醉，主要成分是丙泊酚，会让心跳血压降低，嘛会压制喘气。若做无及时监测性命情况，都可能发生危险的代志。那心脏抑制呢，就是心跳会变慢，然后血压会下降。那呼吸的抑制呢，会让你甚至有时候会呼吸变慢，或者甚至到暂停呼吸啊。卫生局人员找到早起，过去这间诊所稽查。卫生局人员表示，这间诊所现场设施设备拢符合标准，迄天做手术甲麻醉拢是同一个姓的医师执行，是不是违反相关的法规，也持续伫调查。对医美阁传出特殊死亡意外，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未来绝对会加强医美手术麻醉的品质。本案事件，医师若是因业务过失经法院判刑确定后，本局接获法院的判决通知书后，将依据医师法第25条规定，移付医师惩戒办理。比较大型的医美手术就是要有麻醉科的专科医师，我们都可以立即来跟他们麻醉科的专科医协会以及相关医协会坐下来讨论。台湾麻醉医学会呼吁麻醉无分大小，若是用药都有风险，应该爱护所有医美麻醉纳入正统的麻醉规范照顾范围。邱泰源是讲，会甲麻醉医学会来讨论安怎加强医美特定手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吹偏东风，台湾北部要是较淡湿、较凉冷。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伫咧食风平的基隆北海岸甲东北部拢是会落雨，东部、东南部、大台北山区，也佮有马祖，嘛是部分短暂雨。也若其他的所在，偏湖甲金门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都要特别注意，今仔日东北部可能会上大雨。另外，温度的方面，各地早暗拢是较凉冷的天气。今仔日透早的上低温是伫咧苗栗三湾，敢若10度，各地普遍的低温是14度至19度。日时高温，北部甲东半部是22度至25度，也若中南部有甲27度至28度。不过中南部早暗的温差较大，提醒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加套衫。为今仔日到明仔载，各地拢会较烧热。不过到拜三暗时啊，东北季风又搁增强，各地低温会降到14度。也若拜六礼拜，也搁有另外一波冷气团，到时上低温敢若剩12度。
气象署告东北季风慢慢来减弱，气温会回温3天，全台湾高温有到28度。预计到了周二及周三都还持续的回升，周三其实各地的高温大致上会落在24到28度左右。也毋过，气象署嘛表示，到拜三暗时，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全台湾天气地反冷，各地低温剩14度至15度，到时阵嘛有雨水。拜三到拜五水气增加，北部、东半部嘛会落阵雨。那到了周三晚上到周五呢，由于东北季风的增强，水汽会再稍微增加一些。主要就是在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周六、周日呢，冷空气会再更强一些，不过水汽上面是有逐渐在减少。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拜四开始会一天比一天搁较寒，拜六礼拜受到冷气团影响，会搁愈寒，全台温度上低温敢若剩12度。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避免感冒。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真正因为有风台嘛落大雨，影响菜色产量，即嘛已经寒人啊。菜的价格也是贵三三。农业部就讲，除了有请农民把冷藏的菜色提出来，伫12月中了后，产量会大大增加，价格就会较稳定。拜二传统市场休市，不过由于有菜单来营业，业者推出4包菜色50块的促销，人客也真多。最近菜价亲像一直真悬，有消费者讲也是爱买，也有人认为价格也会当接受。今年是可能台湾的关系啦，会买不下手吗？还是要支持啊。所以你不会觉得特别贵这样？现在目前不会，我是觉得是还很合理。日当菜价到底是贵到什么程度？根据全台上大果菜大卖市场，北农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到初9为止，菜色平均价格每公斤55块，初三迄日更加是超过60块，高过去年的28块7，参前年的39块1。今年11月平均价格也比去年甲前年悬。在地果菜市场的菜贩仔就讲根本翻倍，涨了1倍，所以后面大概会越来越便宜。在地果菜市场顶礼拜上悬平均交易价也冲破每公斤55块，其中各类菜起上明显，主要是自9月以来连续大水雨加上风台，造成农民延迟种菜。主要影响部山上也有了，还有那个就是南部影响比较严重，复耕要延后。农业部表示，继续释出冷藏的菜色，菜色产量也会渐渐的增加。12月中旬之后会进入盛产。所以各类的蔬菜都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一个采收跟供应。我们有辅导农民团体，适时来释出他们仓储的干奶。面对目前一日还未到的超过100个类菜，农粮署表示，继续甲大卖店参连锁超市合作，会有1572个据点供应消费者平价各类菜。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菜色相关的消息。台北市卫生局10月份起卖场、超市也有火锅店抽验菜色甲火锅料，结果发现有未少菜色有农药的残留，而且是无符合标准。卫生局即马是要求业者都要先回收，嘛呼吁民众若洗菜上好是要加洗几遍啊。姜母鸭烧滚滚咧庆宴，天气愈来愈冷，有的民众会去食姜母鸭、食火锅，互身体较温暖。为着民众的食品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去到超市、大卖场、火锅店抽验菜色甲火锅料，抽验60件内底有10件无合规定，其中菜色问题较侪，有验到农药残留量无合标准。有包括香菜6件、青葱、青江菜、红凤菜、木瓜、白萝卜各2件，百香果、辣椒、茄子各1件。那分别检出1到4项的一个农药残留，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除了菜色以外，台北市卫生局嘛伫火锅店验出1件土豆粉有黄壳毒素，搁有1件豆腐类的产品验到防腐剂苯甲酸，无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甲限量规格标准。黄曲霉菌呢，经常会污染花生、玉米、米、麦跟坚果类等作物。那我们台湾呢，潮湿的一个气候有利于黄曲霉菌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因此消费者在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要选择就是信誉良好的一个商家，同时注意包装要完整。卫生局表示，这个无合规定食品已经下令业者落价，也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后续会追踪搁再抽验。另外，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若是家己咧买菜时，上好是经调时的加强几遍，避免食到农药、食到药较安心。记者梁家嘅柯敏哲台北报道。
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湾西部即嘛有愈来愈侪田园、溪湾啊，甲山坎的环境去互破坏，有大量的营建工程的废弃物甲土石，顺西滨公路去互乌白乱倒，甚至有黑社会势力介入甲经营。这个问题已经20多年啊，到今是拢真好解决。来看中国时报。花莲美仑工业区有一间固态再生燃料的制造厂，11月中的时阵发生火灾，火拍化了后，工厂内底订的物件因为咧翕烧，一直发出臭味，是引起空污的几率。花莲县环保局表示，有检测到6种空污的物质，不过因为这量无济，嘛伫咧排放的标准以下，所以是袂影响民众的健康。过来看自由时报。恒春半岛顶礼拜有私人办的大型越野车的活动，有无牌越野车伫咧车路咧驶，造成噪音等等的行为，是引起民众的怨叹。落尾处警方是先甲车铐起来，也拿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除了会甲采罚，而且嘛决定明年会封路，要来阻挡这种乱象。来看有一个外籍驻守伫咧咱台湾的记者讲。有一只挂香港旗仔的民用货船中和轮，初日的时阵，我台中港落货。这只船啊，进前捌参与解放军特种部队的演习，演练船舱内底有载6只突击舰，这是引起朝野立委的关注。交通部长陈世凯讲，这只船依法挖港，而且咱嘛有去上船检查，强调这礼拜内会甲国安单位协商做证据的分享，嘛会讨论敢有修法来应对的必要。中国官方媒体央视2日前报道，共军特种部队动用民船，将6只突击舰藏入船舱，到目的地了后，搁将突击舰对调到海面上，以道理作战。画面中的这只香港民用货船长和轮，和我这坐台记者何贵心压了，这个月初2停靠伫台中港下会。它主要是以零件为主，航港局这边认为说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保持着君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里面有藏了什么武器啊？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安的一个漏洞。根据了解，长和轮主要载运零组件，12月初3暗，到台中港下会，有计初7离港，也毋过因为海上风险伤大，伫港外天口区拍定点2天，到初9早起才离开。因为这只船背景敏感，互入去这期中国恐惊透过上层设备，所以台中港报局较动态。它上面一定有所谓的记录器吧，摄影机吧。商船停靠在港口边，我就能够很明确的掌握你整个台中港的布局，还有你的闸门，还有你的船只、你的人员怎么走动。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这只船依法停靠下会，这个期间无任何异状，海巡署安检人员也伫长和轮出入港的时上船检查，船顶有19名中国船员无异常状况。不过今年已经发生2件中国籍10人偷渡上海事件，也有中国籍货轮亚洲客航扩大亚流超过1个月，差一点造成生态危机，和外界烦恼。这敢是拢是中国的无法投降计划。在中共，他强调所谓的国防动员舰的这个扩大运用情况，我想台湾对于这些商规军用的船只就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我们也会跟国安单位来洽询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商港法的部分有需要做修正，就做修正。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未来一礼拜内会甲国安单位协商，望会当建立相关的争取讲话平台来讨论敢有修法应用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咱要来关心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提出两花地权互相保隶属、主权相共无分的这个论述。民进党立委是批评讲，这就是标准的一国两制。也那国民党立委认为讲，爱看王金平想要启动两花交流的目的。也那刘委会是表示，王金平的发言都爱确保台湾自由民主的体制，都爱重视咱国家的存在。两岸治权不相隶属，主权同而不分。王金平提出两花新的论述，希望化解两花的局势。外界解读有想要挑战两花目前论述的意味。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区分主权、地权，较会去互忽略唔对去。
内政部长刘世芳认为讲，王金平愿意出来对外宣导甲沟通，不过对相关的论述是表态尊重。那我想呢，他也是提出他很真诚的看法。那我们尊重王院长以及他所这个领导的这些都是台湾的重要领导人呢，他们对于两岸未来发展的声音。那你一个国家呢，那就是早期在讲的一中各表嘛。但现在中国都已经过来跟你讲中国台北了，就已经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了。那既然没有这样的空间的话，它不但不是新版的一国两制，它还是最烂的版本的那一种的一国两制。那蒋总统马英九捌主张互相无承认主权，互相无否认地权。那也立委罗斯宝认为讲，王金平的论述，甲国民党也有马英九的立场要共强调应该要甲重点放伫王金平想要启动两岸和平交流的目的。讲法跟这个马英九的讲法跟国民党一向的论述都很接近了。其实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他希望能够启动两岸的和平交流。我认为他是好意要把这个僵局化解。到底我们台湾政府跟对岸政府是不是也赞成？这个当然我们不予置评。外头看拿到以外两岸的主张，郭文德提出应有新观点，主张两岸交流都要尊重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甲互动的历史，希望两岸一家亲。也若郭台铭捌讲到金门和平宣言，伫一中国表的基础，互中华民国的立场徛何在？也若新党是长期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即嘛王金平两岸新的论述，敢会当真正化解两岸对起的关系，要需要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拜六因为执政党的抵制，落尾手是无通过。有几十万人去国会头前示威抗议，真侪民众拢讲会一直抗议到尹锡悦落台为止。民众伫首尔国会大楼外对音乐致由，这毋是歌星团体伫演唱，是民众示威要求国会弹劾尹锡悦落台。韩国国会礼拜六表决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到尾因为执政党国民力量集体离开议场无通过，迄天场外民众拢表示失望。 개헌령 선포를 해서 이렇게 저희 민주주의를 처참하게 망가뜨리는 윤석열이 너무 악덕스럽고 참을 수 없는 분노로 인해서 여기 나오게 되었는데요. 저희는 끝까지 윤석열이 탄핵되고 김건희 특검 그리고 국민의힘이 해체될 때까지 이 집회에 꼭 계속해서 나올 예정입니다. 议案表决即天，至少有15万的民众伫国会外示威。活动主办方甚至表示，参加者有100万以上。虽然到尾弹劾无通过，礼拜也是有真侪民众继续参加公开集会。现场有播放流行音乐，民众嘛对音乐敌人荧光棒。现场的气氛真激情，暗过无悲情。亲像代表南韩民众对目前的政治情势也无放弃希望。 拜早起，有报道啊，民众搁再出现公化门附近，大声喊出对尹锡悦的不满。 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已经宣布10时会阁提出弹劾案，为着民主甲人民的胜利奋战到底。韩国的高位攻击者犯罪搜查处嘛已经下令对尹锡悦限制出境，以利后续进行调查。啊，毋过尹锡悦是毋是会互人弹劾落台，爱看执政党国民力量是毋是倒来到国会投票，也甲人民示威敢有法度对这议员造成真大压力，这拢是重要的关键。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测试的时阵，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执行长汤普森去互暗杀。美国纽约市警察局公告讲，即马已经有抓到一个嫌犯。 纽约市长亚当斯甲市警局开记者会，宣布今年26岁男子麦吉昂伫纽约西边450公里的宾州一间麦当劳被逮捕，即马伫咧侦讯。伊涉嫌这个月随时伫曼哈顿开枪拍死全美国上大医疗保险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汤普森。The suspect was in a McDonald's and was recognized by an employee who then called local police. Responding officers questioned the suspect, who was acting suspiciously and was carrying multiple fraudulent IDs as well as a U.S. passport. Up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ficers recovered a firearm on his person as well as a suppressor, both consistent with the weapon used in the murder.
They also recovered clothing, including a mask consistent with those worn by our wanted individual. Officers recovered a handwritten document that speaks to both his motivation and mindset. 警方讲，嫌犯伫咧马里兰出事大汉，甲加州旧金山有关联。伊伫宾州读大学，因过上尾啊地址是夏威夷淡香山。伊资料内面有写，伊伫加州做资料工程师，宾州大学毕业了做过助教。今年10月有朋友伫咧 X 留言讲，大家已经足久拢无你的消息啦。He seems that he has some ill will toward corporate America. The gun appears to be a ghost gun, may have been made on a 3D printer. The capability of firing a 9mm round. 警方讲，嫌犯伫咧作案时阵，穿敢若是有起掉的，因估计正紧就收好，继续开枪。伫案发现场找到的枪支壳顶头有写“火焰、抗辩”甲“拒绝赔偿”。互人认为是美国医疗保险拒绝理赔的3个步骤。纽约市警局发布其最近的相片，伫中央公园所在的时阵，找到一个牌仔，依照线索发现伊北用加证件带旅馆，去过一间星巴克，也可认定伊可能已经离开纽约。联邦调查局迄当阵也开5万的赏金要抓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叙利亚反抗军昨昏推翻总统阿塞德政权了后，反抗军今仔日讲，因的领袖要甲特别卸任的叙利亚总理2个人讨论政权移交的事项。叙利亚人权组织指出，以色列今仔日空袭包括大马士革南部甲沿海等等所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接受专访的时阵讲，因为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真好。伊希望北京袂伫咧伊总统任内用武力来拍台湾。另外，中国宣布要以反垄断法调查美国人工智慧晶片业者回答。今仔日华尔街股市4大指数收盘是拢涨落。海地首都贫民区太阳城内底有一个黑社会老大，怀疑有济伙人放胡仔致使伊的囡仔破病，所以伊下令屠杀济伙人，造成至少184个人死亡。镜头转来咱国内，伫咧屏东的高树，昨昏发生一件轻航机的事故。这只轻航机起飞了后无偌久，就向故障，启动着飞行场的围墙啊。加在这教练甲学员是拢无性命的危险，也那运安会嘛赶去现场了解这事故的原因。救助人员设法拆开机卡协助伤者脱困。屏东高树的赛车街校飞行场，初到早起将近11点发生轻航机迫降浪潮的事故，机顶2人受困，警消赶紧来救援。起飞就无啦，拢甲加啊！应正从伊吹一紧就起哩啊，伊愈吹愈加，啊蹦就落啊。由吕姓教练带飞庄姓女乘客，机上2人受伤重医，未造成第3人员伤亡。受困的一男一女是飞行经验56年的姓吕的教练甲姓庄乘客，脱困了后送去屏东基督教病院。姓吕教练正面甲正脚切伤，姓庄乘客有脑出血、脑震荡、头骨甲正脚大腿骨折，2人拢意识清楚，因为乘客是高雄人，了后转到高雄诊所。现场救防射线枪火老有浪潮的分者有教练透露，事故轻航机技术是引擎故障。根据了解，这只轻航机机龄已经超过10年，是较旧的机种，魅力较细。不过飞行场负责人也透露，跑道上尾的所在因为地形因素常常乱流。阮的跑道飞起来了，差不多100米，有一个。平常都会有一个乱流啦，不是故障的话了哈，应该是迄个乱流的影响啊。如果故障，那就不一定了啊。运安会人员到现场详细勘验修正，为什么轻航机伫起飞了后无偌久就落落去？恐惊等事故调查报告出来才能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高雄捷运台北底站初7的时阵，有4个查甫人因骑脚踏车为捷运出口的楼梯全安尼冲落。遮侪民众是感觉安尼实在是伤罕过。高雄捷运公司讲，这种行为是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相当会罚7500，而且嘛已经咧调查这4个人的身份。
少年仔骑脚踏车冲落楼梯，搁继续向通道骑去。画面会使看到边仔搁有旅客伫行路。4个男性初7下晡对高雄捷运喇叭底站4号出入口入站内，耍脚踏车跑酷，倒将影片传起哩网络，民众看到一直害头，认为伤过危险，觉得很危险，而且如果撞到人家的话是不对的。假日有的时候很多人在这边练舞嘛，对啊，或者是说像一些比较大的假日的时候。这边的流量都很多。喇叭底站平常时都真侪长辈来坐捷运，假日游客嘛袂少，阁有学生会伫通道练跳舞。高捷公司提醒，脚踏车入来捷运站爱用牵的，站内骑脚踏车的行为违反大众捷运法，已经通报捷运警察，要找出4个行为人来开罚。高捷公司目前也在积极的会寻求可能警方的协助，我们会把这一个当事者的身份资料给找出来，那并且依照大众捷运法予以告发。那这个可以依照大众捷运法会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款。捷运警察伫站内巡逻，捷运站内底互当作脚踏车跑酷的场所是头一摆，但进前嘛有少年家伫高捷顶悬，趁到站开门的时间双接力。高捷表示，这寡行为可能影响旅客也是行车的安全，提醒民众唔通学，以免违法。记者陈环武、面交管高雄报道。来看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伊写的自传下册，今嘛总算是出来啊。顶册是伫咧26年前，张总统蔡英文伫致辞的时阵，学了张忠谋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有关度，眼光嘛看了真远，互台积电成做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张忠谋嘛讲，伊捌邀请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加入台积电，强调黄仁勋无论是品格甲专业，拢是一粒一个。没有做任何很坏的决定，即使是比较坏的决定，也没有做多少。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伊对家己真骄傲。台积电其实经过几啊摆的经营轨迹，伊拢挺过来。张忠谋伫2018年退休了后，就开始写自传下册，用6年写20万字，为台积电创立个徛起到传了台湾，享受全球半导体头角的心路历程。前总统蔡英文也出席新册发表会，学了台积电会当成做护国神山，张忠谋功劳真大。当时有很多的产业界跟政治人物主张要开放8寸晶圆厂到中国投资。我很感谢 Morris 在跟台积电的配合，所以在这个政策公布大约2年以后，在中国的台积电8寸厂才开始正式的生产。Morris 的远见跟宏观，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成为世界级的产业。另外，对过去竞争对手，包括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即马合理了钱，将执行长金星阁搁较互提职，甲过去捌讲过下家对手神爽，即马拢互台积电收伫后壁。总之是技术的问题了啊，并不是什么行政的策略的问题。韩国是现在好像是乱得很啊，我们这个绝对不会太帮助一个公司的。为产业竞争广告公司经营，张忠谋也表示要邀请黄仁勋加入台积电。想怎么 design， 认识他10几年了嘛，所以我对他的视野啦、品格啦什么我都很佩服啊。张忠谋自传下册内容其实只写到2018年，不过最近地缘政治纷扰，说是伫2019年了后，外界期待伊会当搁出第3册。不过高龄93岁张忠谋表示正式退休封闭，自传就这一本。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世界各国当咧发展主权 AI， 高雄市府嘛甲辉达合作，结合航海等60多间民间甲国营企业。透过台湾家己的语言甲文化，希望打造咱台湾本土的形式式主权 AI， 确保未来线顶资料库的独立性。那高雄市府嘛讲，高雄是全台湾头一个建立主权 AI 的城市。请启动，台湾生成式主权 AI 倡议正式启动。人工智慧产业这几年真强，
辉达则宣布要伫咧高雄亚湾区打造全台湾上界大的 AI 超级电脑中心。进高雄市政府佮提出台湾生成式主权 AI 的概念，因要甲辉达合作，结合台湾 AI 产业界的技术，甲在地大学培养 AI 人才，强化台湾生成式 AI 资料的自主甲安全性。咱台湾有咱家己的语言，有咱家己的文化，所以这个模型要训练的时阵，要到发展到解决方案，一定要经过咱家己属于咱家己的文化、语言甲资料，本身台湾拄到的问题要解决，安尼会较接近，较袂有偏差。但基迈强调，生成式 AI 需要大量的资料学习，才会当提供服务。不过，目前 AI 开发要是以英文为主，未来台湾除了爱家己开发 AI 的技术，佮爱会当使用国家语言训练模型，安尼才会确保生成的资料符合咱的需求。说 AI 事实上它是会推动整个数位转型的核心竞争。那这个灯塔计划里面，特别是刚刚谈到的 VLM。这个影像语言的主权模型那这个东西事实上是非常适合智慧城市的各种应用。副市长罗达生嘛说明讲，透过 AI 平台收集资料，累积属于高雄市的主权 AI 模型，会当运用伫咧交通、农业各种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未来若是串联22个县市的主权 AI， 会当互台湾 AI 基础建设更较紧，打造新的台湾 AI 产业。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这几年 AI 科技是运用伫咧生活当中真侪无共的所在，为了提升资讯平权，互听众人士嘛会当了解重要的资讯。台湾观光集团甲工研院合作，要推出 AI 手机气象主播，会成为气象新闻开始做，上紧伫咧明年下半年，就会伫咧台湾观光集团下底5个电视台推出这 AI 手机主播的服务。气象署预报，受风台影响，高雄、屏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主播用台湾手机比互听众朋友知影上新的天气预报。这是台湾公共集团甲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要推出的 AI 手机主播，望先对气象开始做，互听众朋友通伫上紧的时间内，对电视新闻知影天气变化、风台和地动上新的消息。农人协会表示，这些听众朋友拢真期待这项促进资讯平权的公共服务。在电视方面，如果突然发生重大事件，找不到一些协助，现在有了 AI 手语，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资讯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可以了解，所以相较之下，我觉得真的是很大的进步。工研院运用公司的手机新闻做资料库来训练 AI 手机主播，只要把文字拍起你电脑，就通随翻译做手机出现影像。不过技术人员表示，这个过程真无简单，手势和观察脑小看检查手机的意思都完全不同。台湾直立一点，它其实表示人。那如果你在比台湾的话，应该要稍微再斜一点的。在辨识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前后文的关系去确定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台湾公共集团董事长表示 ，AI 手机气象主播拍算上紧对明年下半年开始，总共5个电视台，包括公司、台基台、客家台、国民台和华视，通为听众朋友提供服务。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在明年下半年就可以上电视频道。希望说像这样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事项，能够透过像我们工研院的合作呢，继续从气象向外延伸。台湾公共集团和工研院找到伫记者会顶头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 AI 科技的进步，通为听众朋友建立更较友善的媒体环境，嘛期待未来会当甲 AI 手机应用在协助防灾和救援。记者卢尚如、郑顺友台北报道。电影放上头，咱要来看台湾职棒台更雄鹰，伫咧中华办公一个棒球营，由6个职业的棒球队员来做教练。指导县内各校棒球的选手，其中真正代表咱台湾参加世界12强棒球比赛的选手陈柏清，伊嘛是其中一个教练哦。这个课程内底针对手臂、投球，也有控球这个专业的技术来训练，而且希望把这个宝贵比赛经验分享给这个学生。
球会跑嘛，然后我们脚是要打开，让球进来。耐心指导学生，这是台湾职业棒球队伫中华举办的公益棒球营。由今年代表台湾参加世界12强的选手陈碧清，甲其他5位职业选手组成教练团，传授经验，和中华县6间国校小棒队的选手。我就怀疑学长教我动作，甲进卡。在这个选手来去教，因为较想要听。因为偶像的关系，所以也较认真，然后伊的体验也较无共。有投手、打击、加内野、外野的训练课程，教练一个一个看教，接球的姿势动作、投球的美感，佮控球，拢有专业的选手指导，训练学生选手的基本功夫。接球的方面，若是讲重心爱较低，就是莫伤悬，无伊会造成讲。球会流去，就是会搏斗安尼。一天的训练无一定会当互因足侪技术的进步，不过基本上我们是成分3组，打击、手臂甲迄种投手安尼，咱一个阶段去做好，过来你有机会去挑战下一个阶段。主办单位表示，过去因着常在伫地方举办基础棒球的推广活动，除了勉励基层的球员，嘛希望带动棒球的运动风气，让台湾棒球会当一代接一代继续伫国际发光。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接下来，咱要来看真出名的作品《云门舞集》的经典作品《新团》。这是创办人林怀民，伊伫个囡仔时代看大人伫咧产业咧无用的记忆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云门舞集今年受到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来新港的安和国小也有外牌国小来教这个囡仔跳这支舞。经过3个月时间的训练，学校即届是特别邀请家长来欣赏，希望互因会当看到因的囡仔拍拼练习的成果。学生囡仔认真专心的跳舞，甲练习3个月的成果展现互世大人看。家己关新港安和国小甲外牌国小计共16位学生，为8月份开始练习云门舞集经典的这出新团。指导的舞蹈老师就讲，国小的囡仔会有这款的表现，已经真无简单。动作都很难，但是我们也就是有坚持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更好。更快学习到这种舞蹈，其实他们已经做到，已经超乎我们的预期。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也被他们感动到，就是尤其看到这么小的小朋友也能够一直努力到现在，然后真的是像他们自己讲的永不放弃，他们真的做到了。安和国小表示，伊是偏乡的学校，学生真少有机会当接触舞蹈这种特殊文化。透过这个机会，囡仔唔但感受到较早农业社会的辛苦，嘛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培养因面对挑战的精神。就是他们在种稻的时候都要蹲下去，就是脚都会很酸。我们也感受到了那种酸痛的那种感觉。我们先教动作，然后在教动作的过程里面呢，去让他知道这个动作的背后他为什么会长成这样，所以他就会慢慢理解说，这个是在种稻，这个是在收草。这届活动，互因会使感受一寡以前较无共款的物件，包括遐动作，是安怎会有这个伫咧插这个丢的动作，是安有这个收这个丢的这个动作，我感觉这种无简单。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参与课程的学生囡仔，上细汉的才国小2年啊，上大汉的是国中1年啊。云门舞集来教新港的囡仔，对新港也有文化平权意义，嘛互基本教育会当伫偏乡学校来定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5年前，法国巴黎圣母院因为火烧真严重，经过5年外修复了后，初7举行重新开幕的仪式，而且初8举行头一场公开的弥撒，有200外的行政人员甲2500的教徒是做伙来参加这个盛会。若前一天开幕的仪式，除了有宗教仪式以外，也佫有音乐会表演，而且为世界各地来的贵宾，拢总有2000外人。而且伫咧圣母院的外墙嘛有用灯光投射感谢的字，要来感谢当初协助拍火，也佫有做重建工程辛苦的工作人员。在盛大的伴奏之下，巴黎圣母院登起了第一场公开弥撒会正式开始。行政人员斟全新的圣坛，象征圣母院挥别在下，用全新面貌浴火重生。
Quelle émotion pour le recteur que je suis de voir cette cathédrale pleine. 5 ans après sa destruction, la voilà à nouveau debout. La voilà à nouveau prête pour accueillir la prière des fidèles. 参加弥撒会民众客满规个教堂，安静听总主教主导词，规仪式庄严肃穆。圣母院按算为7月开始，连续8天举行重新开幕活动，位差不多拢被定了，显示民众对圣母院个开放充满期待。圣母院也要伫10日正式对外开放，游客用伫官方网站预订，免费入去参观。I'm excited to see how they rebuilt it,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the restored ceilings and roof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 it looks like now. 有85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4月15日因为不明大火严重受损。目前厝顶甲尖塔这的建筑拢受了。原本有固定期要开数10年，不过总统马克宏承诺5年来完工。火灾季节，就马上将附近的区域封起来。同样数千的工匠、艺品修复专家甲技术家用古法详细修复每一个受损的部位。干那厝顶就用1200张墙幕，修复期间个拄着新冠疫情封锁，因为圣母院建筑甲文物拢有数百年的历史，修复过程除了建筑公司，也有机会探勘圣母院的地层结构甲历史建物。按算5年修复的钱开超过大票287亿。目前大教堂部分沿着厝顶的基座等咧完工，伫火灾进前修复拆除的雕像，会伫2025年顶半年重新安装。其次的开幕仪式有2500个世界政要甲贵宾来参加。圣母院外口点灯，秀出发文的感谢字样，向参加救援甲修建工作人员来致敬。公视新闻郑淑芬报道。有关环境的消息，咱要来看，即马已经是2024年的12月份啊，离2025年敢若剩上尾1个月。不过后面的气象监测机构统计上新的数据显示，2024年会当讲是确定是历史上上介热的一年，嘛是温度上悬的一年。而且这嘛是有记录以来头一届咱全球平均的温度比工业化进程还阁较悬，略是1.5度。即马极端气候是影响全球每一个所在，有真侪研究拢已经证实，无论是做大水或者是可化，这天灾拢是因为人类的行为所致使的气候变迁。美国纽约曼哈顿伍德山公园的野火烧袂停，英国北部是因为风暴落大雨、做大水，真侪命体拢引起灾情真惨重。全世界暖化情形愈来愈严重。欧盟气候变迁监测机构举办年气候变化后备报告讲，2024年是全世界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年。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with 11 months of data for 2024, we are now virtually certain that 2024 will be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温度偏悬的情形会一直到明年初，温度增加的幅度也超过摄氏1.5度，是工业化革命以来第一遍。科学家本来一个希望反性能现象会当让地球降温，要这种情形无发生。A full-fledged La Nina event has not formed yet, and it's likely based on the model forecast. It's likely that if there is any La Nina event that forms, it will be a weak one. Or there may not be one at all. 暖化和天灾更加接发生，极端天气今年扫过全世界各地。意大利加南美洲拄着严重的酷寒，墨西哥加沙特阿拉伯出现热天气，美国加菲律宾受严重的风灾。另外，联合国最高公布的报告讲，全世界有3%的土地比30年前更加打扫。造成土地生产力降低，粮食的产量、生产食物的供应拢受影响，造成可行粮食无安全。2.2 billion people is living in drylands, and given the projected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and the projected evolution of aridity, it is projected that probably will move to more than 4 billion people affected by this. 因为烧炭、用石油加天然气，造成碳排放增加，大气层温度增加，和地面的水分蒸发的速度会变紧，地球上生物会当用的水变少。若是全世界暖化的情形继续，
到这个世纪结束，恐惊有要加51人，包括生活伫咧欧洲、美国西部、巴西、东亚加中非这寡所在，拢会受到严重的可汗影响，比2018年搁再加1/4。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5度至23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